那这个新北市的警方是抓到3团的人蛇集团，逮捕到16个嫌犯。这个嫌犯讲无唔对，就是为着钱，讲只要骗一个人就无人机，抽迄个口米箱2万到10万不等。趁这种的小行钱，实在是天理不容，真可恶。警政署出面来回应，讲会把柬埔寨诈骗的案件当作是重大的刑案来办理，嘛提供检举的电话，请乡亲大家斗3工，甲去伫个柬埔寨目前还阁失联的台湾人，拢甲因找回来。趴下！一掠着时间，就冲去头前，霹雳小组直接甲人压伫涂骹。新北市刑台连续侦破3个人蛇集团，总共掠到16个人。他们主要联系都是用一个群组，然后就是到机场之后会拍照，然后我就是把那些照片提供给警察，把他们拦截下来。诈骗集团主打高薪轻松，包食大世界找人，等被害人互骗去，就会互安排去海外食头路。过程当中会互没收护照，互关起来，压迫被害人变做诈骗集团的成员。若骗无人，就会互转卖，或者是请亲情纳赎金，甚至逼被害人继续骗其他的人。人蛇集团的成员甲警方讲，拢是为着钱，只要成功甲一个人骗出国，因就会当抽2万到10万。泯灭人性的恶劣行为。真的是天理不容。警政署嘛出面回应，会甲柬埔寨诈骗案件当作重大刑案来办理，嘛提供检举电话，爱民众来斗3工。这42团我们锁定的也有竹联也有组合几个帮派，国内台湾的警察单位结合了美国 FBI 帮派人口贩运集团的一个合作扫荡。主动开记者会，佮提供检举奖金，表示继续追踪出境柬埔寨毋过失联的台湾人，嘛号民众做伙打击不法，要让人蛇集团无法度佮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